南方衛視 TVS2。國際飲品博覽會暨國際競賽於7月14號喺深圳會展中心舉行。深圳市啟登貿易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，10年專業進出口公司，優質嘅服務、快速嘅流程、貼心嘅代理服務，經營各種日花洗滌用品、比利時啤酒、法國紅酒等產品，法國百年品牌紅酒小磨坊乾紅葡萄酒、特洛士乾紅葡萄酒、百仙池乾紅葡萄酒等多款國際知名品牌產品。由始創於1713年嘅法國波爾多葡萄酒生產商嘅小磨坊酒莊，用最佳嘅葡萄秉承300年傳統工藝釀造而成。利用每瓶軟木塞上所帶嘅編號，可以追尋該瓶紅酒由葡萄處理至葡萄釀造等工藝。大象啤酒釀酒歷史可以追溯至1654年，距今已有300幾年歷史，熱銷全球30幾個國家，更於1998年世界啤酒大賽中奪得最佳啤酒嘅榮譽。2011年深圳國際飲品博覽會最佳啤酒金牌獎等多項國際殊榮大獎。聖保羅啤酒熱銷全球30幾個國家，更接連勇奪世界最佳修道院中啤酒、世界啤酒錦標賽銀牌獎。2011年深圳國際飲品博覽會最佳啤酒銅獎等多項國際獎項。啟登貿易秉承穩健、規範、誠信、創新等經營理念，務實穩重依法經營，喺國際貿易行業享有相當嘅美譽同知名度。咁我哋其實呢度所有啤酒呢，都係喺比利時嗰度進口嘅。咁其實比利時就係一個喺全世界好知名、出產好多唔同特色嘅啤酒。每一間廠每一款啤酒都有佢哋自己個唔同嘅味道同埋特色，就係好似我哋飲紅酒咁樣。其實個變化好大嘅，就唔係我哋一般人接觸到嘅淡啤啦嚇。咁譬如話我哋可以舉個例咧，就係我哋可以睇一睇嗰個啤酒嗰個度數咧。喺我哋一般飲嘅啤酒咧，通常係3.5度啊，或者4.2度啊嗰啲咁樣啦。咁但係佢哋保咧，可能都有7、8度啊，甚至去到10幾度嘅啤酒。咁個味道咧就好濃郁，個變化係好大嘅嚇。咁另外有一個特點咧，就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啤酒係有氣㗎嘛，係咪？咁一般大量生產嘅啤酒，佢哋嗰啲氣都係要打入去嘅嚇，咁差唔多好似做汽水咁樣大量生產做出嚟嘅。咁而我哋喺比利時進口呢啲啤酒呢，佢每一間廠都有佢哋嘅特色，咁而每一隻啤酒呢，其實係釀出嚟嘅。咁點解叫做釀出嚟呢？佢哋全部都係用天然嘅酵母啦、啤酒花啦，咁然之後係發酵而成。咁佢入到樽裏邊呢，所有大部分嘅啤酒呢都冇過濾過嘅，而佢嗰啲發酵嘅過程呢，就會喺個啤酒樽裏邊繼續發酵而釋放嗰啲氣體，咁變咗佢個氣體出嚟呢，係同普通嘅啤酒完全唔同嘅，會好幼細、好豐富、好有口感嚇。咁呢個就最主要係比利時啤酒嗰個特色咯。我哋亦都係由原裝喺法國啦，同埋意大利入酒啦，進口嘅紅酒啦嚇。咁我哋嘅紅酒呢，其實喺當地嚟講呢，亦都得過好多獎項嘅，喺一啲唔同嘅賽事裏邊呢，都攞獎嘅。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呢，法國紅酒係有萬幾2萬間酒莊啦。咁我哋喺挑選紅酒嘅過程裏邊呢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專家啊，好多唔同嘅團隊同我哋一齊去挑選出嚟嘅。咁而家我哋主力嘅推介呢，有呢3款紅酒呢，係小磨坊酒莊嘅紅酒呢，都係喺法國波爾多直接進口嘅。咁佢個價錢係相當之吸引啦嚇，同埋佢嘅味道層次啊、均衡性啊，咁都係喺同價位酒裏邊呢，我哋覺得係最好之一嚟嘅。